那这个案靠近我们的这个南科科学园区的周边它可以提供南科很多的厂商还有一些就业人口，还有青壮年的这个新婚的家庭大概都可以来申请入住。那这个案由市政府提供土地，中央来兴建我想这个工期大概4年完成之后大概也是我们南科区周边第一个大型的社宅基地。这个社会住宅的规划的部分比较重视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地面层的部分我们会大量的规划开放空间，然后没有围墙然后能够提供比较低的建蔽率。那第二点呢，就是停车空间的部分，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停车空间。那第三点呢，比方说我们也强调3大标章，包括绿建筑、智慧建筑以及耐震特别监督这3大标章。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中央与南市府携手推动社会住宅，目前规划中及新建中的社宅已达到7000户。在台南由国家住都中心新建的社宅共有6处基地，超过2000户已经完成招标。台南市政府会持续与中央合作，继续盘点新的基地，提供新建社宅，照顾市民居住需求。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居住正义居正3件，一个是社会宅，一个是租金补贴以及包租代管，一个是囤房税。台南市是全台湾好像6都里面第2但南部里面第1个通过囤房税的县市，所以我们棍子萝卜都有，希望给我们青年朋友好生活。每天在南科或者在主要道路上塞车，要塞一趟要塞30分钟是40分钟，2趟要塞1个小时。那在这边住在我们的新市安区就很方便就走路就可以到。看看周边的建案，这边的建案，这边的建案，一坪都好贵但是我们的新市安居一定是大家负担得起。不管这个土地是我们台南的，还是我们梅河国产署的土地，或者是我们自己盖那都是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有更好的住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长选举第2场的公办证件发表会，19号暗时举行。5位候选人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进行发言顺序的抽考，甲顶届同款，黄伟哲也是无亲自抽考，因此并无留下5位候选人同齐翕相的画面。而发言的顺序分别是吴炳辉、柯忠信、林义峰、黄伟哲加谢良介。而黄伟哲因行程的关系，伊伫等甲林义峰结束进前几分钟才进入会场。而最后发言的谢良介原本嘛要伫个1楼来等黄伟哲正面对决，伊表示家己拢准备好只是黄伟哲唔敢直接来辩论。我想从各方面我看黄市长有一点急了慢慢来反正从政就是要接受各方面的考验我想这是我一路走来，我就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所以谨慎约束我自己。我对家庭对妻子、儿子对家庭忠诚，我才能够对市民忠诚所以这我一路走来我相当约束我自己，所以我相当有信心。而伊伫等甲时间要到，黄伟哲才进入会场。黄伟哲即间主打政绩牌，不过因为证件发表时间拄好遇到魔术的篮球比赛，加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伊强调，选举应该是公平竞争，而不是互相来攻击。我知道魔兽最近要来这个比赛，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是第1场。但是我讲这个意思是说，篮球比赛大家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下做这个君子之争，不犯规，这个不互相攻讦。那么金马奖也是一样，金马奖大家都服对于评审团的评审，
大家都互相恭喜，谁出现了谁得奖了，其他人都恭喜他，这就是君子风度，这就是运动家精神。所以我想只是举这个例子，觉得有时候我们政治人物可以像运动选手，也可以像这个电影工作者，这些文艺艺文工作者来看齐。5位候选人的政见发表，除了家己对未来市政的规划提出方针甲对策，另外嘛有对现有市政提出无同的看法甲批判。整个完整的政见发表内容，嘛将伫11月22、24、甲25这3天，分别伫第3频道来登报，欢迎有兴趣的民众继续收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选举进前的最后一个假日，台南市中西北区市议员候选人陈怡丁选择无讲政治，扩大举办亲子活动，现场超过1000组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参与。我想选前最后一个黄金礼拜日我们选择不谈政治，我们把这个舞台给孩子因为我想孩子的笑容对我们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场的闯关游戏，加上边仔的爆米花、棉花糖、爸母饼、鸡卵糕等小点心，让小朋友是算甲非常欢喜。今天除了是这个怡珍姐姐的泡泡派对以外呢，我们还有菲菲姐姐的亲子派对强势回归所以之前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玩的足球闯关游戏，刚好今天的世足热，所以我们也把它一起带回来咯。所以今天还有很多我们的足球闯关游戏所以都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除了玩我们的泡泡以外，还有这个足球闯关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世足赛的气氛，看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陈怡丁甲2位陈廷辉拍着大型的红仔，甲每一位小朋友做互动，嘛有足侪人来要求讲要合影，展现了因伫咧基层的好人气。那其实怡珍长期在议会都在教育委员会关心孩子的教育，也争取了教育经费超过了3.8亿，就是希望让孩子有一个更快乐成长的环境跟空间。那怡珍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多的公园、特色公园，更多让孩子玩得开心的空间那包括怡珍也争取到我们的大和社区活动中心，未来3楼就是亲子悠游馆，明年可以完工，也期待很快可以给大家更多可以让孩子去玩的好地方。最后，陈怡丁希望家己会当继续成为因仔爸母的靠山，期待大家会当甲支持变做选票，予伊继续为大家服务。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这台有着雷虎小组外观的是 F86 战斗机，代表着过去雷虎小组伫台南的历史。经过文化局顶多方争取，将这台 F86 战斗机刷来水高社文化园区来做展示。那这次我们得知台南高工有一台保存非常良好 F86军刀机，我们也透过很多管道去积极的洽询。那在市长的支持下，然后还有议会的支持下，我们顺利的把这一台军刀机移到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也让整个水交社文化园区跟空军的历史的连结更加的一个紧密。这台编号6299号早期是伫咧台南空军基地，为了更较好的护援这台战斗机，经过多方考察，这台战斗机才呈现伫大家面头前。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共同见证这一段我们空军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们台南与有荣焉的一段历史。F86能够来到我们水交社，这部军机其实为了要还原历史，我们也经过多方的考据，那中间涂装有错误的地方还这个弄掉重新涂装。那可以看到这段大家看到在水交社就是我们的空军的眷舍，也是雷虎小组的一个眷舍。那所以说很多的空军弟兄们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台南市水高社文化园区也是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而且伫园区内面原本就有一台 F51，即马佮加上 F86，不止丰富了水高社的贯穿文化，更予军事迷有了雕成的新的景点。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去年樱花市政中心的体三地下停车场主体工程大概完工，目前正进行景观设施。公局17号向市长黄伟哲简报，希望并明年3月完工，5月启用。会中市长甲一些民代贵宾进行祭拜祈福仪式过后，正式举行上梁典礼。进行签名好吗？谢谢。
好，今天呢看到呢，像我们的华为的黄局长，还有我们交通局我们的王局长，以及我们各位议员、各位长官贵宾呢，大家共同的一个参与之下呢，我们的第3地下停车场正式的来进行上梁仪式。3月完工，那最后要验收嘛，好，验收完一切都合乎这个规定之后，就可以正式启用，大概5月间会启用。那我们希望当然是越早越好。那从这里可以看，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停车的需求。那总共有停车位577席，仅次于海岸路，不过是这一波的前瞻的立体停车场里面席位最多的。为了解决停车需求，市府积极向中央争取前瞻经费来兴建立体停车场，其中第3地下停车场总经费8亿元，是这类建造的7座当中规模上大，会当577席汽车位，嘛是第1座开工的立体停车场。台湾新闻军籍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
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2023台南好样系列活动公布第3波个人名单，有孙盛熙、坏特以及饶舌歌手大基等人，也毋过伫主持人名单当中，竟然看到伊。今年炎亚纶他担任的，也就是我们在12月31号跨年晚会上面的主持人。另外，更邀请到韩国人气男团 EPEX 来台演唱。大家好，我们是 EPEX。 저희 EPEX가 기쁜 소식과 함께 여러분들께 인사를 드리러 찾아왔습니다. 그 소식은 바로 2022년 12월 31일 저희 EPEX가 타이난跨年晚会에 한국 대표로 게스트로 초청되었습니다. 네, 그리고 타이난에는 미가오, 왕고, 니로탕까지 대만의 전통 음식들이 가득하다고 들었는데요. 이번에 타이난 방문을 통해서 멤버들과 꼭 한번 먹어보고 싶습니다. 除了 EPEX， 还有金曲歌曲《爱依良》、魏如萱，嘛将要陪台南乡亲来跨年。在12月3号开始，我们陆陆续续活动，在17号、24号跟31号，总共2个礼拜的时间，精彩讲不完。 所以欢迎来台南。这摆总共有吴建清、到有人831等30组台湾、日本、韩国的超人气卡司，要来台南陪大家度过12月假日。想要来台南佚佗的民众，会当来规划行程咯。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艺术家王景伟甲民众做伙用纸所呈现的一包一包作品，甲11段细描故事，表大家透过 QR code 伫看作品的同时，嘛一面听故事。当癫痫发作时，竟然跑到别方去发作，老师看得傻眼，同学也看得傻眼，所以我一直在搞坏表演艺术。所以这个主题呢，会叫做“喝起来”，其实是有2个意思，就是说它一个台语就是好起来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再去有点像是庆贺跟祝贺我们过去经历过的一段事件，然后无论是一个快乐的或者是比较悲伤的都好。 另外，艺术家陈一如也用专门去出海口的土山，甲一素人创作者共同以生活为主题，完成了多个作品。所以我们就是用他们过往回忆的，就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土，然后再回到，希望能够再回到他们的日常之中。我就自己带了一个那个乖乖，然后把它用石膏翻模，就是我原本以为是生活中的东西，然后使用它。 帮我们选的一些陶，然后的土，然后去把它制作起来，这样子。这丰富的展览成果，拢是台南市文化局111年度持续精选艺术家进驻台港的创作计划，要延续当初建立该文化中心的精神，让台港的人文历史被大家看见。 那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年底，透过这一个所谓的成果，大家一起把他们驻台江的一个成果，透过展览或透过展演的形式来做一个发表。我想对台江文化中心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也算是创全台湾文化中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面向。 成果发表会中，文化局嘛表示，明年度的计划会甲台北科技大学、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合作，加入数位科技、甲多媒体动画等创作，邀请更较侪无同领域的艺术家投入。 AR、VR 跟 XR 的面向上面，其实我们跟国外的很多的单位呢，尤其是这个元宇宙的一些 Hub 都有一些相关的联系，也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这些科技艺术啊、多媒体创作的能量，可以回到我们的台南，以台南在地的文化 IP 来为我们的台江的驻村尽一份心力。 今年艺术家自台港创作展览对11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11号，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
台南市立病院伫个魔联会副总裁带领，对2006年成立肝癌节专科的团队，对社区肝病卫教、肝炎治疗甲肝癌的筛检，提供患者全方位的治疗，并且首创一站式的肝癌检查，针对疑似肝癌的初次就诊的患者，当天就会用个完成肝癌的生化血清甲腹部超音波的检查。大大减少患者等待治疗的时间，因此，伫个2015到2017年，早期肝癌5档的存活率，不但比全国非医学中心的平均更加悬，更加超越全国医学中心的平均。我想，我们台南市立医院，早期肝癌的存活率能够有今天这样好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整个肝癌的多专科团队。我们平常致力于社区的肝癌的筛检，也积极的治疗慢性的病毒性肝炎。另外我们也付出心力在提供我们患者所谓的一站式的肝癌筛检，提供患者就医的便利性，让他们减少他们的医疗花费。另外来讲，我们也配合着各管师定期追踪，积极鼓励我们的肝癌的患者回诊，接受治疗。所以说，种种我们努力的成果，才能够达成我们5年存活率高于医学中心的水准。市立病院郭明正医师提醒，因为肝是沉默的器官，慢性肝病患者大多数拢是无症状，一直到病情严重，才会有肝硬化、腹水、肝昏迷等症状，因此呼吁民众唔定米时间的带源爱定期来检查，有家族史嘛爱特别注意。因为肝本身它没有神经啊，它没有神经，所以说不容易发觉说你有肝炎。所以说第一个，当然如果你本身是已知是 BC 肝的高危险群，或者是有肝硬化患者。当然要定期接受所谓的抽血跟超音波的检查。当然来讲，如果你说完全不知道的话，我们也欢迎你。如果说有家族史或是怎样，或是你想了解一下自己肝脏的状况的话，你也可以来我们市医的肠胃科门诊。我们会帮你安排一些血清学上的检测，会提供你一些到底。你有没有所谓的慢性肝炎？有没有所谓病毒性肝炎的这样的资讯？台南市立病院深金社区举办大规模的肝炎免费的筛检，以及配合卫福部时间的清零计划，完整的服务更加得到国家品质标章 SNQ 的认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